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Hiko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4月26日，星期日，休息之時 ，Hiko 生日快樂。4月26號發生嘅事係，畫好香港國際藝廊喺2019年12月投入服務，係一個全方位支持香港藝術家嘅展覽場地。而家喺度舉行緊呢個體態美展9，喺成立以嚟，每個月都有搞呢個人體寫生工作坊，而呢個體態美展9就係繼之前嘅1至8次聯展之後嘅全新展覽，總結咗過去半年間多位新舊畫友嘅創作成果，大家用炭筆、水彩或者係油彩繪等等畫咗人體線條嘅藝術美，總共30幅畫作咁樣。自從最近開始咗叫咩有系統啲咁樣學畫畫，基礎啲學畫畫之後發現要畫一個正確嘅人體，畫一個好嘅人體真係好難。今年想對 Hiko 講嘅嘢係，今年做唔到第一個講生日快樂，然後因為 Hiko 應該有好多人會嚟同你講生日快樂啦，所以 Nabi 唯有做最後一個啦，講喺今日嘅最後1粒鐘先嚟生日快樂。喺過去1年偶爾有得同 Hiko 通話嘅時候都覺得好開心，應該話本身每次同 Hiko 1對1通話其實都幾開心，因為喺一直以嚟相處都覺得Hiko 係個叫咩好嘅傾偈對象，係咯，有好多嘢都講得，或者係好多嘢都可以討論，有時又可能會有一啲好新奇嘅嘢，一啲趣事等等嚟同 Nabi 講，所以每次同 Hiko 傾偈都會好期待，係咯，仲有偶爾見到你有嚟睇直播都開心，因為知道你都係嗰啲偏忙啲嘅人，係咯，得閒就嚟搵 Nabi 傾偈，或者得閒就睇直播嚟講1-2句嘢啦，應該有睇。Nabi 知道通常呢個時候 Hiko 就會話，其實我有睇㗎，但係通常睇嘅時候，例如揸車呢路就唔方便 comment。已經預判咗你嘅答案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之外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嚟緊唔知有 FF14 8.0你玩唔玩？如果玩嘅話，就下年1月繼續開開心心玩啦，拜拜。